了农历的3月小妈祖，这个台中大甲妈的了境结束，过来换这个苗栗白沙屯的妈祖，5月20就要起驾来绕境。信众同款嘛是爱注满着3剂疫苗，才会当对着妈祖去进香。今仔日开放报名，7透早就来真侪民众伫个庙前咧排队，见到有乡亲6天前就来拜啊，抢着头香。 乡客大楼头前，民众排甲落长，为服务台排到路口，排几啊百公尺远。伊毋是伫咧拜限量红包，或者是钱母，是要报名5月20号要起驾白沙屯妈祖文章，有粉红色超级跑车称号的白沙屯妈祖神轿，但是文章写几啊万人参加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信徒需要提注满3重预防下证明来申请有当3 OK 挂伫咧手骨的布条，才会当来进香。为今仔日开放报名，会知影着成真侪民众来庙头前排队。有的住嘉义，有的住台北啊，代报的啦，嘿，义务的，对，义务的了，他们不方便来。谢谢这6天所有帮忙协助的朋友，让我可以完成就是对阿嬷的一个承诺。对，这个是要送给我90岁的阿嬷。抢到第1个信徒足欢喜的，因为伊为着替家己阿嬷祈福，6天前就来这排队。为着阿嬷，伊阁要行专程的路线，有信徒一个人来排队，替几啊百个人报名，领一箱搁一箱的装备回去，跳到机台会当参加射击。没有打完3剂，连报名我们都先占完。那到5月1号啊，我们中央指挥中心如果还有下一步的指示，我们就遵照。庙方强调，报名有3关，先看设定黄卡、健保卡敢有及格，再搁交报名表，刷来纳钱，领有徽章、手骨的布条，才会当领衫、帽仔含8个嘴暗。即摆已经有7000人报名，中度应该有超过1万人报名。去年参加人数有8万到9万人，今年准备9万份的装备，提供给报名信徒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